来看屏东的东港有民众伫面车铺文讲，半暝啊有一大群的流浪狗啊伫因家外口伫爬走哦，佮家己放伫车库的车夹甲乱七八糟。伊讲已经通报动保单位，望讲当斗3天来处理。民众翕的相片，车的后土地规个外壳饲喘，慢慢嘛有过来抓的尿痕。屏东东港有民众伫社群答问，讲伊半暝啊2点外听到狗仔咧吠的声，结果出门看，发现一大群的流浪狗伫路边爬走，用棍仔甲吓惊走，结果发现停伫车库的车，互狗仔夹安尼。啊，赶走了走啊！阮某迄阵较切电话，较知影讲车的烂目啊，甲迄个车链啊，迄叫啥挡泥板，规个拢有错拍，啊，迄挡泥板又夹抓痕，用伫个 FB 嘛，阮社群面顶，对，啊，叫较一大堆人安尼施耐互伊，较去耐伊讲好，因遐安尼因遐安尼。当事人讲，之前毋捌发生这种情形，结果甲经过搭去社群，附近民众才讲，最近社区有看到袂少流浪狗，伫半暝仔四界走，大家看到拢淡薄仔会惊吓。当事人嘛有通报1999，请动保单位处理。你说白天流浪狗应该不会出没，应该都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。你如果是单独一个人，或者是流浪猫，那真的会很危险。我家的狗突然开始吠啊，然后我就出去看它在吠什么。对。它原本只看到1、2只狗，然后后来又听到很多那种狗走路的脚步声，才看到一大群。影片大概就有9只了，可是，在影片之外还有1、2只。是有一点，因为我也怕我自己小狗如果走出去遇到它们，可能会被咬死。管府表示，民众若通报，会先确认流浪狗的状况，再来处理验调，会针对民众通报的地点加强巡逻，嘛呼吁民众千万唔通黑白饲流浪狗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